過咧，咁喺當日咧都冇任何特別事嘅喺鐵路界方面。但係咧，今日咧就有一架輕鐵好經典嘅第二期列車就退役。咁輕鐵第二期列車咧，今日最後一日行輕鐵啦，咁所以今日就好忙啦。站啦，咁事關咧，元朗站咧就已經集合晒成堆鐵路迷，咁我哋而家就諗緊睇啊定搭好啊，因為咧我哋都唔知架車有冇人到放食。配合今日咧，所以就專登帶埋第二期輕鐵嘅電子 poster 嚟。不過今日會唔會應該？今日會唔會其實咁多個站嘅？估計就上唔到車嘅。咁港鐵公司咧都專登整咗塊牌嚟紀念第二期即將退㗎。咁亦都多謝輕鐵。咁第二期輕鐵咧就呢30年嚟有冇到啦？
對面咧就係我哋第二架車啦，咁啊1086車，咁啊再係我哋其他嘅乘客入嚟，再係我哋其他嘅乘客，咁啊1086加1209，大家有揮下手啦。
早上爸爸媽媽同你講嗰個精靈一樣，係咪啊？入咗午餐咯。佢呢個叮叮聲話俾大家聽，你過馬路嘅時候要諗一個安全嘅道路，一直都喺我哋心裏邊寫俾大家嘅。佢呢個叮叮嘅聲咧，其實喺平時大馬路喧鬧嘅城市，大家都聽得聽到。喺碼頭美麗嘅海灣景色，你會聽到。天黑時未曾顯露，無論再大場面也不會難倒我。習慣一個人需要無可，原來寂寞得多，忘掉原來坎坷。從前都擁有過，但花開不到結果。但你那麼好，真的不可找到一個無人想我，也捉不到我覺否。所以我哋要將一部擺咗間小學，讓呢個崩潰時剛好陪我，於身旁邊停止風浪，從未暗地期望你不會離開我，留了一隻門等你來訪。原來寂寞得多，忘掉原來坎坷。從前都擁有過，但花開不到結果。但你那麼好，剛好有你才捱過，無人準我，也阻不到我撲火。如沒他出現，如你得一個人，如上天虛空。為何幸運不多，緣分埋藏坎坷，明明都擁抱過，但注定並無希望。但你那麼好，不可愛你才難過。幾對苦，我也子啊，咁有請埋 Tony 啦、Travis、輕鐵車長灣仔同埋 Eric 一齊拍咗合照啦，有請。歡喜時不需陪我，天黑時未曾顯露，無論再大場面也不會難倒我。習慣一個人需要無可，原來寂寞得多，忘掉原來坎坷。從前都擁有過，但花開不到結果。但你那麼好，真的
最後影一張團體大合照㗎，有請羅國斌議員，同埋青年團隊都一齊出嚟㗎。當中有5個同事例如係呢啲跟住服務咗超過30年，不有你不會離開我。 但注定並無希望，但你那麼好，不可愛你才難過。各位同時都多謝咁多位包括節目圍埋嘅乘客啊，參與同埋見證呢個值得紀念嘅日子。咁啊，提提大家，二期車會喺呢個月台停留多一陣，咁去到上晝嘅11點鐘，俾大家上留言㗎。咁大家記得注意安全同埋配合其他乘客啊。OK。聽翻在場嘅職員指示啦。我哋即將會派發港際輕鐵舊版車票嘅紀念版。咁啊，憑住紀念版今日。 人需要無可，人無寂寞得多，忘掉與愛坎坷，從前都擁有過，但花開不到結果。但你那麼好，剛好有你才捱過，無人準我。 做不到，我怕火，如沒他出現，如你得一個人，如上天許可。埋藏空殼。 明明都擁抱過，但注定並無希望。但你那麼好，不可愛你才難過。你驗過少少俾學生睇嗎？應該睇完10分鐘就會離開10分鐘。前車上面乘客總共2個車廂開咗。要話聽上 case。 The case was last Saturday after the first period review. Every number was non-stop in carriage. Passenger on the lateral vehicles, please leave them free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
各位朋友支持啊！提提大家，今日之後第2期呢邊就會榮休啦。呢班車車隊嘅時間就開個門先啦。開翻個門先啦，我想兜圈嘛。